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。 秋萍啊，我考虑了后吼，我是感觉讲，你从这钱啊，摕去借我准用啊。袂用了啦，头家，我袂用摕你的钱。秋萍啊，你是甲我咧客气啥？佮再讲啊，准用啊，这回真难得到这样好的机会啊，咱应该斗相共才对，吼。真是啊，头家，袂用啊。小萍啊，你是咧担心啥啦？无安尼啦，归去啦。以后啊，我甲等你的薪水啊，慢慢来搞好无？这，小萍啊，你放心啦，等下你以后出师的时阵哦，趁钱甲咧趁水共款的。搁再讲，我也无叫你什么时阵限啦，就算讲你无钱啊，也无要紧啊。哈？无钱还也袂要紧哦。那安尼，我更加搁较免甲你借钱。 好，无安尼啦，看你什么时阵限，你就什么时阵限啦，吼。什么时阵还拢会用哦？是。多谢头家。免客气啊。那呢，我来写借条互你。哦。无要紧啦，写什么借条啦？我唔惊你走去啊。那你借钱本来就应该写借条互你啊。 你也讲啊，你着保庇我家婿啊吼，等台北会咱出头天，会咱趁大钱啦。毋是我家婿好大啦，你着保庇我趁大钱哦。我绝对哦会请足侪布袋，请足侪歌的来甲你说多谢啦吼。奇怪，这秋萍到即摆还未来啦？ 秋萍啊！李赛，你看，这钱有够无？秋萍啊，有够啊，真有够啊啦！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李赛，关于钱的代志，你唔知影阮爸爸知影无？哎呦，秋萍啊，我哪有可能互费用伯知影啦，对无？李赛，你去台北，麻烦你甲俊英讲，阮大家知影伊的消息，阮大家拢替伊足欢喜的。 希望伊会当继续努力拍拼。这你放心啦，伊吼俊英啊实力哦，到台北绝对袂互你失望的啦。对啦，秋萍，时间袂赴啊，我来走啦吼。可是，做什么代志啦？这是我妈妈包来肉粽，麻烦你摕互俊英食。你甲伊讲，下要来食就唔通省，搁有叫伊身体一定要照顾好势。秋萍，你对俊英的感情哦，真正有够好的啦。我去台北哦，我一定会甲讲。你有啥物代志要甲讲无？ 若无吼，我准备起来啦吼。你家己保重哦哈。其实搁有一件代志。都有啥子代志哦？什么代志啦？麻烦你甲俊英讲，我送金做人又搁出现啦。啥？伊又搁出现啦？对啊。秋萍，我讲啥？秋萍讲，伊摕一个红包给阿公啊，讲内底哦得藏银纸。俊玲啊，俊玲，你是讲啥话啦？俊玲啊，拜托你莫安尼好无啦？你莫是个较忍耐的啦。你准做你即摆看看咧，当然哪有啥物路用啦？无想等我出代志就处理哦。无啦，我意思毋是安尼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咱也知影讲迄个藏银纸啥物啦，咱去找伊毋正有意思对无？我甲你讲啦，毋是哦，我家婿咧操蛋的啦。假使我发财讲哦，你咧藏银纸啥物人哦，我绝对袂放你煞，对无？只不过即摆阮兜老的有诶，我惊秋萍家一个人无做解决这样代志啊。最近，我甲你讲啦，莫安尼啦。你也知影迄蔡港的哦，即摆当去中咱，啊，咱若为着迄个小可代志哦，咱以后事业要安怎哈？我知啦，我知影你即摆心情无好啦，拢为着秋萍啦。但是哦，你一定要做回看。我想安尼啊，这样代志我叫来顺啊，暂时甲我斗相共。拜托诶，伊咧叫来顺啊，啥物代志拢叫伊。
我甲你讲啦，袂你叫伊进啦，你叫伊吼，办了手片爱着伊免咯。秋萍是管的查某囡仔，佮再讲单选一个讲义气的人，我相信伊绝对袂安尼做。好啦好啦，无规矩安尼啦，我拍电话吼，叫仔来甲你斗相共，后消息哦，我叫警察来讲，好无？无对，那照我的判断哦，吼，迄个神秘人绝对是迄只老弟哥刁夫啊！阿财啊，你安尼无证无据，要来随便讲人呀？师啊，我是有90%的确定哦。你甲想看觅啊？迄平常时啊，刁夫啊，哦是对秋萍偌好，有一点令人看出讲，刁夫啊一定咧孝顺秋萍真久啊。哎呦，你嘛唔通讲哦，为着咱刁夫啊对秋萍好，啊你就讲指定是伊。我感觉阿仔讲了对，除了伊以外哦，咱庄园哦，无可能有人做这种代志的。囡仔人有耳无喙呢你。阿爸，你莫逐个人当做囡仔好无？我嘛有我的看法啦。阿兰，你的看法跟我同款吼。还阁有啥物人赞成我的看法？讲这只老弟哥就是这个神秘人刁夫啊！我感觉吼，这个刁夫啊，在约这个秋萍哦，是通人知的啦。啊，伊巴结这个火王伯啊，甲这个阿母尼啊都袂赴啊，哪会去做这个代志啦？对，我感觉来顺来讲嘛有道理啊。我即摆想法嘛是甲伊同款，一定毋是刁夫啊，一定毋是的。这个代志哪有讲啥物无可能的？嘿，非得哦，迄人心肝咧想啥，咱唔知啦。也毋过我一定确定啦，这个神秘人就是刁夫啊啦。这件代志，我明仔载一定要甲查清楚。阿仔啊，拜托诶，迄秋萍即摆全家伙哦，足歹过日子啊，你毋通搁去学爸母啦，到时阵刁夫来生气哦，害秋萍要头路，迄就惨啊！袂使啦，师爷，明仔载你两个跟我来。汤圆偌济？啊，200。啊，落来了，过来，谢谢。等下哈，过来啊，有时间再来啦哈。等下啊。头诶，好，是恁两个啊？阿姐，啊恁来是要洗头还是剃头啊？毛卡小修的就好啦。哦，来出来你咧。我是陪来啦。好来，坐。秋萍啊，人家来啊啦！大婶，阿仔，秋萍啊，听讲你也要看庙口表演是吗？是啊，秋萍，你就来呢？你敢知影？逐摆吼来虽然店内底演出的时候，你若是有来哦，伊是安尼我车拼咧。你若无来哦，哼，伊就安尼软高高。阿仔，你莫白讲啦。头家，这阵无代志，无我来替你买菜吼。等，你这小等咧，头呀，你摕红包攞去创啊？头呀，你摕红包攞去创啊？包红包啊！要报啥？再时间后一个要娶新妇，我是讲叫就凭我唱啊。你哪能这银纸？嗨呀，这银纸要甲阮阿妈做起的啦！甲你阿妈做去哦。你哪歹势，无代志啊。无代志。阿仔，我问你，你问这要创啥哈？我是惊讲你包红包的时阵哦，若无说你将这银纸包落，你是要安怎啊？靠腰啦！你若死，你袂甲包你啦！哎呦，讲完那就遮咸啦，甲你讲实的好无？哼，无聊。这个人无经过训练，而且大部分拢无做头家的经验。咱若安尼大胆来设分公司，我想对咱公司对因拢无好。以咱即马伫北部的实力，我相信
即马来发展中南部的业务是上好的时机。你乡知影，我做代志拢脚踏实地，有偌济能力，就做偌济代志。等等，过去我真尊重你，不过我嘛要甲你考考一下，你做代志伤过保守。人讲，食紧的弄破碗。咱两个人做生意的理念无同，但是这件事我已经教诲过咱的股东。我想过2、3天啊，咱开一个股东会议，你看安怎？我会尊重大家股东的意见，不过我嘛要甲你考考，莫受过急。若无一切后果，你家己爱负责。你请。少爷，等等要用你哦，俊阳，唔是讲我咧操蛋，我等你公司遮久啊，将来伊毋捌用我，你知影无？我来讲哦，即摆吼，你一定要好啊把，你若把不掉吼，后尾啊保证哦，哈，你会成功。真实的？我敢会骗你哦？我跋筊的时阵啊，慢慢安尼啊，等细汉的时阵啊，咧讲迄个代志，我讲吼，即摆哦，穿甲拍的。也毋过我西装买了100一束尔。你即摆意思讲无这就对啦，毋是我家使的臭大啦，我办米无啦，这哦这规大堆的啦。行，来学西装。好，行。啊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一定要成功。我嘛是南部人，就住你隔壁庄。真实的哦。我有看过你的资料，坦白讲，你的经营理念写了真好。多谢董事长。你即马要用什么方式来完成你的计划？董事长，我有介绍理想啦，只是无机会尔。如果若我有机会吼，我一定照我的计划来做。你伫你的计划讲做生意要有信用，也毋过你有听过“有奸不商”这句话无？也毋过我感觉做生意是久久长长的，毋是干要做一届尔。搁再讲做生意爱讲信用，爱老实啊。真好，你是错档的发掘出来啦。是啊，我是王老板介绍错档的。以我的经验，我有2句话要互你做参考。无论做啥物代志，千万爱会记的，家己当初的原则。莫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啥物原则拢无啊，知影无？是，多谢董事长的教训，我会记心肝内。多谢董事长，多谢董事长，请董事长哦，多多照顾，多多照顾。无我先来走。这么好的少年呢，含错档的做伙，唔知会变甲安怎？哈哈，我要赚大钱啊，要赚大钱啊啦！俊阳啊，我袂骗你，咱要出头地啊！赚啊赚啊！我听会出来啦，伊希望我过去迄边做工课。也毋过吼，错档遐是要安怎交代？我听伊讲伊甲东东的，迄工闹了介无爽快。嗨，俊阳啊，免烦恼啦。规定哦，中南部的案吼，还未经过董事的批准，会过袂过也毋知影。规定我讲，到时吼，咱四个挖大饼就好啊。秋萍啊，哎，爸，以后我想迄单代志，你困袂起笑。你坐啦。这个代志哦，一定是有人反对我甲你妈妈结婚哦，才会安尼做。但不过我先想就想拢无，这到底是什么人？爸，这件代志你唔免烦恼，我家己会想办法处理。实在也真苦，本来是一桩好好的代志，伊安尼甲咱创治，结婚搁送银纸，而且送2摆，到底是你存什么心？啊，对啦，秋萍，你敢知这个人是啥人？
我是去想，唔知是。是什么人啊？爸，我是去后边来想的。这么暗了，我看你应该休困哦。演的。我知影恁两母仔囝吼，身躯真好，拢惊去伤害着我。但不过当初我甲恁妈妈结婚的时阵，我就惊讲吼，恁会甲我当作是外人，所以哦，恁心肝内有痛苦，拢唔甲讲。爸，就算你无甲我妈妈结婚，我嘛是同款甲你当作爸爸扛一块。秋萍，我听你讲这话，我实在是欢喜。你无甲我当作是外人，要毋过我怪我家己，一个查甫人无法度来照顾一个人。爸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，唔通安尼责备家己。特别我若是听着你安尼讲，我心内足艰苦啊。秋萍，你实在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不过你若愈好，我就愈快出名啊！伊哪会甲你白比拼？爸，最伊迄阵应该好好打拼事业，伊会好好做的。莫讲安这囡仔，伊了然啦。爸，咱爱相信伊，伊一定会做出来。对啦，秋萍，你拄仔讲迄个神秘人是什么人？你应甲讲。对啦，秋萍，你拄仔讲迄个神秘人是什么人？你应甲讲。秋萍，妈，妈，你两个拄仔讲的话，我内面拢有听的。秋萍，这款代志我哪毋捌听你提起。意外，这是我的意思。我叫秋萍莫甲你讲，才袂互你烦恼啊。好啦，嘿啊，你先入去困，我甲秋萍讲一下。爸，来。别，我甲你先入来困，你去讲啊。爸，你较小心嘞。我知。秋萍，你想讲你安尼做，我就较好过心。这样要紧的代志，你拢免提起。万一若发生啥物意外，是要安怎？妈，请你原谅我。你敢叫我袂记？我是安怎请你两个大汉的，我什么艰苦都过过啊！妈，我就是知影你车养阮足辛苦的，所以我唔才想要互你烦恼，唔才无甲你讲。你莫生气哦。妈知你真有好心，也毋过真侪代志，毋是你会当承担的。而且你还真是少岁，你无需要吃这款苦。妈，妈，快！秋萍，你是毋是原来想讲？这项代志是恁老爸添贵啊做的，对无？生老可怜，遐尼久都无消息啦，哪有可能这时阵来出现呢？也毋过，若毋是伊，还阁有啥物人？你放心，这样子妈妈会处理。你较早去困的，明日来通上班。